我姓莊㗎，莊景晴。我想揾盧晴輝。點解個個唔揾，淨係揾我陪你啊？因為我同你唔係咁熟。我哋總共有5次任務，每個任務分2部分。第一個部分就係返國內一個 point， 然後老細會講一堆資料你知，跟住我哋就會返香港揾返神舟12號其他人，再將嗰次任務嘅資料話俾佢哋聽。行程你照安排啊？唔係啊，老細請咗個人幫我哋安排。哦，係咪連我嗰個程小姐啊？哎呀，其實點解呢？你哋同啲舊同學會叫做神舟12號嘅？我哋12個係某一年大學期社嘅同學。我哋都希望好似號角吹響，等全世界都注意中國，所以咪叫神舟12號咯。估唔到神舟12號咁多年，要靠呢個程小姐連返埋一齊。我叫程夢。皇天上帝就係中國古人所信奉嘅獨一創造主。其實基督教喺好耐之前已經傳入中國。唐代咁興盛，就係因為佢哋以基督教成為咗國教。所以中國人離開咗神之後，會經歷咁多嘅戰亂。按照老細所俾嘅資料，聖經所講伊甸園就係而家四川為止。中國人最原始嘅信仰其實係信基督教嗰個上帝。以色列消失嘅10支派就係喺中國裏面。當消失嘅10支派知道自己真正身份嘅時候，會點呢？人嘅每一個選擇都係影響緊歷史。今日分散喺中國嘅以色列人，佢哋嘅選擇會再一次改變以色列，改變中國。